如果我可以翻返去以前，作為一個零底子嘅女仔，想以最有效率嘅方法去練成引體，我只會練以下3個動作，尤其係最後一個，當年係直接幫我解鎖咗第一下 pull up。動作1 Band Assisted Pull Up， 用你做到3至5下一組嘅阻力帶，慢上慢落，落到手臂伸直，上到下爬過槓。目標係建立身體嘅協調性。動作2 Snow Negative， 企上個箱跳到下爬過槓，保持沉肩，收緊核心，盡量減少擺盪，均速下降5至10秒，直到手臂伸直，每組1至3下。目標係加強力量，令我哋更加適應自重嘅強度。動作3 Weighted Scapular Pull Up， Dead Hand 開始，先沉肩，收緊核心，微微屈踭拉高2至3 cm， 停5至10秒，然後放鬆，每組做1至3下。熟咗之後可以加 weight， 目標係強化最底嗰一寸嘅起動力，係 resistant band 同 snow negative 最容易忽略嘅幅度。因為有咗力量同協調，點樣起動就係最關鍵嘅一步。呢個動作連繫住成個 movement， 會幫到你做到第一下嘅 pull up。如果你都係零底子嘅女仔，想有系統咁樣練成引體，我哋 Get Go 嚟緊3月頭開始，逢星期日黃昏嘅徒手班就係為你而設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click 翻 bio 嘅連結報名。